艾多美有機濃縮發酵樂麗果汁，點解個名咁長？係咪浪得虛名㗎？我 Joey 極力介紹你呢支果汁，雖然個名好長啊，但佢每一個字咧都好有意思同埋好有份量㗎。有機即係唔含農藥啦，零化學嘅污染，無基因改造，無添加劑。濃縮100%天然果汁，絕對冇溝氣。發酵透過1444小時嘅發酵過程，大大提升個營養成分。樂麗果係神賜嘅禮物，健康之果。艾多美嘅樂麗果呢，係喺印尼爪哇嘅有機農場種植，係絕對優質。而樂麗果裏邊有多過200種嘅植物化學素，而裏邊呢有賽洛寧源啦、多酚啦、浪蕩烴啦、環希米貼7種嘅礦物質、12種嘅維他命、18種嘅氨基酸，有血清素、適應原。哇！咁多有營養嘅嘢，你一定要買嚟飲啦！我 Joey 努力分享健康管理，目標係令大家變靚、變健康、變自信。